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4月2日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仔有什么新闻重点。昨天中华北岛的莲花食品工厂火烧，造成7个人死亡，消防局调查有可能是制物件机器导火造成的。代替今仔换新的火车时间表，有6班新的自强号试办自由座的车车厢，票价是一般自强号拍95折。今年台中大甲妈出巡，乡客人数创新高，也毋过昨暗7点外，一台乡客休困的火车，伫后尾弄车，驾驶的酒测超标。新闻开始来看，昨天中华北岛的莲花食品工厂火烧，造成7个人死亡，15个人重伤。消防局调查初步认为讲，有可能是制物件的机器导火引起的。检方嘛开始调查讲，敢有对上过万通报等状况哦。中华县政府是表示讲，莲花的彰化厂去年无依法来进行建筑物公共安全检查的申报，会来做处罚。除了彰化厂，莲花的中立厂嘛，互查出讲无依照规定来设防止爆炸相关的设备，桃园市政府会先罚因10万块，嘛要求要限期改善。莲花食品彰化厂一场大火造成7死15伤，消防局火调了后，初步判定导火原因无排除是油浸机引起，检方也展开调查，是毋是有延误通报等因为疏失。目击员工的描述及火调人员的初步勘查，起火原因不排除油炸机起火的可能性。至于详细的起火原因要再做进一步的勘查厘清。彰化县消防局表示，这场火警造成乌烟真大，真歹疏散，加上动线弯弯翘翘，造成抢救困难。另外，建设处也指出，莲花彰化厂依法应该每年进行建筑物公共安全检查申报，不过去年所无申报。今年我们也会加强整个莲花的一个公安申报的一个处理的一个作业哈。那针对去年都没有申报的部分，我们会依照建筑法的规定，可以裁处6万到30万的一个罚款，也会这个命他限期改善。除了彰化厂、莲花，还有中立厂甲南口厂，中立厂也被查出伫调理区设备使用天然气做燃料，无照规定违反防暴区协教，设置防暴相关的设备。桃园市府也开罚10万，各限期改善。依治安法将裁处10万元，后续将不定时追踪该事业单位改善状况，如未改善加重裁处，直至改善为止。桃园市劳检处表示，最近5年针对中立厂区实施15摆劳动检查，开10条缺失，总共罚39万，会继续追踪改善，若无改善，会依法加重处罚，一直到完成改善为止。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代替今仔开始有新的火车时间表，调整386班火车的时间。今仔有6班的 EMU3000新的自强号部分车次开始来试办第4节到第9节是自由座的车厢，票价嘛拍95折咯。也毋过是袂当使用电子票甲订机票。西部干线嘛来增加直达车，台北到高雄这么上紧只需要3点钟又过40分钟。代替即马开始调整列车时间表，386列车时间有变动，配合大改点导致乌白外形的新车 EMU3000型慢慢汰换 PP 自强号，不少旅客学到新车质感真好，不过通勤时间有旅客无注意到原先坐房厝已经有变动，行程受到影响。我刚刚才知道，吓死了！吓死了，为什么？因为改点，然后我完全不知道，然后我现在上班要迟到了。因为它延后，本来是12分，现在变35分才开车。就是还蛮日式的感觉，就是之前还蛮常在日本，就是搭他们的火车，然后没想到就在台湾也可以体验到。代替这一摆改点，伫西部干线前开4班长途直达车，不过上悬车程3点钟57分。东部干线也由 EMU3000型到900型电动车，替代服役超过40年的叉联自强号。改点了后，整体自强号运营提升8.7%。再起特别退役的上尾一班叉联自强号，由树林站发出上尾一班，去未少铁道迷到场翕相。代替也举办迎替典礼。我们估计他们在40年间呢，一共载运了超过1.5亿的旅客，配合我们车辆的汰换呢，能够让我们的地区民众能够有更方便更便利的一个铁道疏运的一个服务。
配合改点代替第一摆试办自由座，选定6个班次 ，EMU 3000型列车4到9车作为自由座。旅客爱伫窗口或者是网络买票，票价是自强区对号座计小拍95折，摕电子票证免税。新制度上路第一天，旅客并不多，代替表示看试办的情形，决定是毋是要扩大办理。记者综合报道。网络最近有一段台南一间国立高级的影片哦，有一个查甫学生伫教室内底摕拍火器喷同学，喷甲规间教室拢是哦。一寡同学是伫边仔看闹咧，嘻嘻哈哈，实在是真离谱。学校表示讲会来处罚辅导学生啊。消防队嘛强调讲拍火器哦，千万都毋通摕来耍，使上侪喷出来的大粉哦，嘛有可能会造成中毒。一个男同学摕大粉灭火器，伊伫咧喷另外一位同学。互喷的同学表情痛苦，佮伊伫咧闪边，也有其他的同学伫笑。画面出来了后，嘛互网友查出讲这是台南的一间国立的高职。学校嘛出来证实讲有这件代志，另外嘛已经进行调查了。有通知导师和家长，那了解这是学生，因为他们是一些庆生的行为，针对这件事情已经完成了，昨天就完成了校安的通报，然后我们会加强学生的辅导。今天早上呢，利用升旗的时间呢，已经强化了法治的教育。学校表示，经过调查发现，讲这是学生伫咧庆祝生日的时所发生的代志，毋是霸凌的事件，而且嘛已经甲因解释了。另外，消防局表示，一般的公共场所拢有放大粉灭火器，不过灭火器内底拢是化学成分，若是摕来甲人喷，恐惊会过敏会烧，另外上严重佫会戆，甚至也佫会中毒。它的冈苯灭火器主要是碳酸氢钾跟磷酸二氢胺的一个成分了哈，那这些大概都是腐蚀性的一个粉尘了哈。那如果万一不幸被吸入了哈，可能会有一些窒息或者是呼吸道黏膜的一个问题，我们一般这是消防安全设备，我们不建议当作玩物来玩哈。学校强调，这件代志毋是霸凌的事件，目前嘛已经完成校安通报，另外损害的财物嘛会依照规定处理，而且学校嘛会加强辅导学生，避免这款代志搁发生。记者综合报道。来看高速公路，逐当拢至少会发生4万件车顶的物件落落来，虽然有加重处罚，也毋过哦，嘛是无啥改善。前几天有一台车驶伫国道3号，挡风玻璃去互一个铁钩仔拍到，规片玻璃拢破去，加载人平安哦。高速公路局嘛提醒民众，车顶的物件哦一定要固定好势，绑好安，才袂危险。开车上国道对内车道切出去，凶凶煞。哦，这根本就是绝命终结战啊！唔知是虾米物件上落来，击到zar风玻璃，但是发生甲真突然，车主都袂复反应。看到他过来的瞬间，其实头脑有稍微空白，就想说哇，完全不能，就是闪不掉这样子，就是只能等他打过来。还好是没有，就是稍微有一点就是玻璃前挡有一点受伤。这个国道惊分期发生伫个22日下晡3点外。朱小姐伊下班了后，对桃园驶车要转去宜兰，经过国三树林路段，有车辆亲像是有铁钩仔落落来。等伊发现的时阵，敢若剩1、2秒，伊想要避嘛避袂开，加载是击到副驾驶座迄边，才无严重受伤。违反规定，将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0条第1项第2款处罚12000元以上18000元以下罚款。就算讲伫国道顶悬物件落落来，上悬爱罚180块。不过，甲看高公局的统计，国道落落来的物件，这几年来共款是超过4万件，对109年44000外件，81年的时阵是45000外件，去年嘛还阁有43000外件，这真严重来影响到行车的安全，甚至还阁有引起连环车祸的可能。有掉落物以后，后车没有办法及时应变，那就会产生事故。或者是说后方车来不及的撞上，就是所谓的2次事故。高公中分析讲，国道落落来物件，特别是货车上盖接发生占有60%。开车上路进前，要是爱较斟酌来检查，唔通摕别人的性命来咧滚生笑。记者综合报道。台中大甲妈出巡，今仔第6天咯，早暗7点外，有一台乡客休困的货车，伫后尾启动着路边的车，这驾驶酒测竟然超过标准咯，嘛互伊违反公共危险罪上班。
25号暗时7点外，这台提供予信众休困的大货车，敢若因为司机路草无熟，先开过头，去挖转来等红灯，青灯准备要挖正边的时阵，煞直接去弄到停伫路边的车辆。虽然讲无任何人受伤，但是这个司机经过警方的调查，煞是假酒塞车。因为他就是人家义工啊，大甲妈义工嘛，他就是可能就是不熟这边的路，所以转过来啊。实施酒测值高达0.91毫克，真心驾驶，涉嫌酒后驾车公共危险罪，本分局依法调查，移送云林地方检察署侦查。大家镇南宫妈祖绕境9天8暝，25伫嘉义新港奉天宫进行接受大典了后，暗时11点举办回銮的典礼，沿途有真侪信众甲志工队咧回来，另外嘛有250位有医疗背景的人组一个医疗志工团，排班沿途巡逻。我们刚有遇到一位是突然过敏性休克，那我们就是当下处理就是有医师判断就直接送。26大甲妈绕境进入第6天，疫情解封了后，即摆人定搁再出现，信众甲志工总共超过10万人。26早起绕境的队伍已经对云林的虎尾行到西螺，预计26的暗时会伫西螺复兴宫过暝。记者综合报道。瓜地马拉总统贾迈代最近伫台湾访问，一再强调小挺台湾，嘛讲台湾是独立的国家，佮话台湾万岁，和中国是真不满哦。中国外交部就劝贾迈代唔通助紂为虐，为着私利违背国际趋势。今仔早起，贾迈代是照常行行程，伊去电动公车的厂商参观，嘛表示讲会甲台湾继续强化经贸合作。瓜地马拉总统贾迈代访问台湾的行程排甲满满，除了到台中参观电动公车大厂华德动能公司，瓜地马拉甲南美洲的友邦巴拉圭按什向台湾采买上千台电动巴士。华德动能邀请伫台湾的中南美洲留学生去因的企业，积极拓展南美市场，也担任经贸合作的重要角色。surjan nuevas y brillantes oportunidades de inversión en industria que beneficien a ambos países。相信接下来我们两国持续加强合作，能为台湾的电动车产业打开更广大的国际市场。贾迈代挺台湾，也毋煞引起中国外交部的不满，高讲贾迈代政府唔通帮助台独，讲台独是无出路。对这种侮辱性的言论，咱外交部也表达严正的抗议加谴责。我们也奉劝贾马特政府不要助纣为虐，为谋一己之私，违背国际大事和危地马拉人民的心声。那台湾是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当然我们这个国家的前途不管要怎么样，都是由人民共同决定。同款伫台湾访问的包括参议院副院长李查，受立法院长游锡堃邀请到宜兰参访。伫最近中国驻法国大使罗山野争议的言行，引起国际社会愤怒。游锡堃也批评罗山野发言不当，也搁活伫咧专制威权的时代，强调台湾是民主的典范。记者综合报道。中共对台湾的各种威胁是愈来愈厉害。国安局上新的报告指出，讲除了军事的威胁，伊嘛增加操作争议的信息，网络骇客作战日头是愈来愈大。国安局长蔡明甘早起嘛表示，讲中共使用新科技，亲像有开发国产的 ChatGPT， 拢会用来加强认知作战。伊嘛真烦恼，讲明年的总统大选会受到真大影响。中共煞咧对台湾文攻武吓，毋但制造台海的临战气氛，还佫掀起美国弃台言论。国安局最新的报告讲，中共加大复合式的威胁，透过军事侵扰，嘛综合无人机、空飘气球、民兵渔船车来引进先进的科技。新的手法来强化认知作战。局长蔡明刚26进一步说明，中国开发家己的 ChatGPT、GPT。
国安局已经正伫来注意，这个是毋是有用伫假信息的操作。我们有持续的在关注中国可能在我们选举过程当中所使用的一些介选的手段。那特别要注意到的是，中国有没有透过一些军事或经济胁迫的手段来对台湾进行外部环境的一个施压？那另外一方面也要注意到，中国有没有透过刚刚所提到的假讯息或认知作战的操作，来影响台湾民众在政治上的一个偏好，甚至去影响我们民主选举的结果。立委关心中共是毋是会利用 YouTube 这个社群媒体，用岛内的方式来互境外的资金流入去境内，想要来影响大选。对这件代志，蔡明言伊无排除中共会透过地下会地，也是讲虚拟货币来介入选举。另外，鸿海集团的创办人郭台铭讲，伊若是当选总统，中共就要对台内武力威胁。蔡明言认为讲，唔通激放放。账号在境外，人在境外，钱在境外，但是他的言论会影响境内。是这个，如果是在境外的这些单位，我们目前国安局的角色是通通没有办法对他们做任何的调查，对不对？我们在国际社会上有一些我们合作的友方，对，那也有建立相关的资讯的流通，以及查处可能的有问题的 IP。假如台湾在明年的大选可以选出一个配合到中共的一个对外整体战略布局的一个领导人的话，那我想这会符合中共的战略利益。针对台海若是爆发战争，前空军参谋官邱世卿伊表示讲，台北新竹恐惊会成做台湾上界危险的所在。蔡明言伊回应讲，要安怎来阻吓威胁战事的发生，是防卫政策上爱大声考虑的代志。国安团队嘛会针对无同的场景来做好兵部推演。记者综合报道。疫情等候两岸的交流嘛，继续在恢复中哦。陆委会主委邱泰山就强调讲，会进一步来推动小三通常态化，开放中国观光客来台湾去金门、马祖、澎湖旅行。也毋过哦，这个需要两岸做伙来拍拼，减少阻碍，创造条件。针对中国之前宣布讲要针对台湾来启动贸易壁垒的调查，邱泰山是表示讲，这甲 ECFA 无直接的关系，咱政府的立场是伫 WTO 的架构，甲中国来进行协商。你有没有打算什么时候开放陆客到金马？只有双方到金门自由坐下来谈就有可能啊。所以要双方坐下来谈，你就把你的那个讲好。有一些问题我们要找谁问？找你问吗？疫情了后，两岸交流继续恢复，不过什么时阵开放大陆观光客到金马、澎湖旅行，依然无时间表。陆委会主委邱泰山强调，进一步推动小三通全面常态化，开放大陆观光客来台，加到金马、澎自由行，拢需要两岸双方共同努力，减少阻碍，创造条件。大陆做不利两岸人民的作为，那你用来惩罚我们，不能让我们进。惩罚，因为我们是如果有小三通，如果今天我们国人去大陆观光旅游，啊，万一说他在台湾，我刚现在说是小三通，还没有谈到观光旅游，被羁押，那而且不通知我们，你觉得这个我们？所以因为这样子，所以必须。小三通未来是不是扩大增加新分别加帮助？邱泰山表示，那两岸紧张，都爱针对情势去做整体评估。政府对疫后恢复陆籍人士，经过小谈通来往两岸顶交流活动，会用豆豆来的方式来检讨。国界也关心中国对台启动贸易壁垒调查对 ECFA 影响评估。邱泰山表示，并无直接的关系。针对双方加入 WTO 后，那没有开放。这所谓的2455项这样的一个产品啊，那并且呢，它是经由 WTO 的这个管道呢来通知我方哦，所以应该跟 ECFA 比较没有直接的这样的一个关联啊。邱泰山也进一步表示，相关机关会照 WTO 机制甲中国参详，希望中国唔通将贸易问题复杂化、工具化加政治化。个别切注意相关政策发展，继续进行影响评估和有限影响。政府为互两岸经贸健康有序交流，互惠互利的立场一贯而且明确。我希望终止 ECFA 造成两岸相关业者损失，加伤害两岸经贸关系。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来看，美国总统拜登将正式宣布讲，2024年美国拼连任。拜登嘛向民众话话讲，互咱做伙甲代志做好煞。另外，早就准备美国选的前总统川普嘛翕影片回应。川普是警告讲，拜登带领的美国，造成全世界将要发生第三届的世界大战咯。Let's go, Joe! Let's go, Joe!
美国总统拜登正式宣布竞选连任，受民主党重要支持，基础建筑工会投入欢迎，顺势将家己就任以来伫建筑业创造真侪就业机会，各有以签署法案的支持搬就台面。You're leading the way, shovels in the ground, cranes in the air, factories opening, all those jobs meaning we were created. I make no apologies for being labeled the most pro-union president in American history. I'm proud of it. I'm proud of it. It's time to finish the job. Finish the job. 过去2年，拜登得到国会批准数十亿美金联邦资金对抗新冠疫情，更严格监管自1969年以来上低失业率，暗过也造成40年来上严重通膨危机。今年80岁，拜登早就表态要搁战20指数，暗过选民眼中年岁确实问题。20指数年以82岁第一任期结束时86岁，比美国男性平均寿命悬出将近10岁。And if I can't join the army at 58. I don't think he should run the country at 80. 前总统川普也对拜登的宣布有回应。Biden has totally humiliated our nation on the world stage. Joe Biden has led us to the very brink of World War III. 基础共和党竞争者当中，川普的党支持率是走在头前。川普拜登可能再度交战。有民调显示，有一半的美国民主党人表示，拜登不应该寻求连任。另外，美国民众对拜登甲川普二度对阵无什么兴趣，有2/3受访者无希望两人20指数搁出来选。公视新闻黄文玲报道。再来看日本航太公司 iSpace 开发的登月太空船北透 R， 去年底伫美国的佛罗里达州由 Space 猎鹰9号火箭成功发射升空哦。本地按算讲4月24日当来登陆月球，也毋过传出讲甲东京地面控制中心已经失去联络。这个头一个由民间企业投资开发的登陆月球的任务，可能会宣告失败。Doesn't this look amazing? Well, this is real video. Yes. Not CG. No. It's amazing. 日本新创公司 iSpace 透过网络直播北透 R 登月舱登陆月球的实况。北透号安装伫2日登陆月球表面，到第离月球地面10公尺的时阵，控制中心甲北透号失去联络。时间分秒过去，控制中心人员的表情也未欢喜，转作沉重。iSpace 表示，已经假设北透号登月任务失败。We lost the communication and we could not secure the communication yet. And our engineer team is working hard to investigate what happened using the flight data they acquired until then. 北透号任务是日本第一个民间登月计划。登月舱伫2022年12月由美国 SpaceX 的猎鹰9号火箭搭载升空，伫3月之一进入月球轨道。第1日按算降落时间进前，下降到离月球表面100公里的所在开始降速，说第离月球表面10公尺的所在等信。iSpace 也做好上歹拍算。We need to confirm first what would be the status of the lunar lander, investigating, analyzing our flight data so far. Depending on that result, we may have still hope, but I cannot say anything right now. iSpace 成立伫2010年、2017年开始投入登月舱开发计划，未来计划提供飞去月球的交通运输服务。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也推文表达，虽然登月舱断线，不过会继续支持新创企业的登月任务。甲即马完成登月的国家有俄罗斯、美国甲中国，印度甲以色列是前后挑战失败。公视新闻张淑芬报道。罗西亚伫去年的2月开始拍乌克兰，真侪西方国家的企业拢撤离罗西亚哦。类似素食店肯德基，嘛已经伫去年的10月，甲当地品牌的权利卖互在地的公司，昨重新开幕。虽然店名甲商标拢换新的，也毋过业者是强调讲，因的物件甲原本的肯德基拢同款。同款的红白线条，同款的包装，同款的介绍，同款的自助点餐系统，只是名不过再叫做肯德基，品牌图案也改做一只剪影的龟。美国素食连锁店肯德基正式全面退出莫斯科，不过伊的产品还阁伫咧，只是换一个新名叫做 Rostix。Сотрудники дружелюбны, но так же, как и до этого.
То есть, в принципе, разницы между KFC и Ростиксом я не ощутил. В следующий раз, когда будете проходить, зайдете? Я захочу поесть, конечно. Команда старается, они год не работали. И я вижу, что каждый из них自从去年2月俄乌战争开始了，真侪西方的企业拢退出俄罗斯，其中也包括宣布全面退出俄国的肯德基。肯德基的美国母公司百胜产业集团，家伫俄罗斯境内特殊的经营权转让予俄国本地特殊的经营业者。Smart Service 这件交易包括所有的肯德基门市、营运系统，一个 Rostix 品牌商标。不过交易的绩效并无公开。如果伫莫斯科的特维尔大街，第一间门市正式开幕。Те блюда, которые мы готовим, они полностью повторяют меню KFC, и это большой плюс, потому что в рамках нашей договоренности с Yum Brands мы поддерживаем 2 франшизы с одинаковыми рецептами. 新业者对百胜集团深受一天会过转来俄罗斯的可能性，并无完全排除。不过百胜是无做评论。一开始伫1993年出现的 Rostix 是苏联解体了，自脱离共产主义行向资本主义时阵，为肯德基一个俄罗斯扩张的广告业者。百胜产业集团伫去年宣布退出俄罗斯进前，有超过1000间门市。肯德基要伫咧2005年甲 Rostix 合作，不过无偌久就甲伊规个拢买起来。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辑。过来消息咱过来看中营高雄机场的航空人员，因不满公司伫疫情的期间，以骹手无够做理由，要求因去澎湖还是桃园机场支援，一档有半档的时间拢伫外地，严重去影响到因的家庭生活。所以今仔这员工去高雄市劳工局抗议申诉。也毋过，中营公司是表示讲，伫疫情期间，高雄机场的旅客是真少。公司无裁员、无减薪，所以要求员工去其他的机场支援。嘛强调讲，员工的指控毋是事实。手举布条啊抗议，表情是充满无奈。中营航空高雄勤务部的航空人员伫6早起去到高雄市府的门口တင်情，讲因有100多位员工自从2020年爆发疫情以来，拢互中营以出差等等的理由违法调派去到澎湖，也是桃园支援。心情上或者是身体劳累的时候，造成的工作疏忽，而造成的公司莫大的伤害。装卸客的确是比较具风险的一个客别哦，所以他们的安全奖金会比其他客来的高。但是我们上去也就是在装卸客。明明是做高风险的工课，却因为算是支援，所以袂当摕到甲北部的同事同款的安全津贴甲薪水。出差补助甚至嘛，甲人拖掉，半当就要互人调派去支援，一改就要1个月。员工认为已经严重影响到因的家庭，决定同齐向劳工局申诉。陈启仁这边已经依法提出调解申请，那我们也尽速排了调解会。我想这个部分针对公司这个调动资源的部分，我们会在调解会去做厘清，那协助劳工这边争取应有的权益。面对互员工甲工会指控因违法调动，中营回应讲无符合事实，而且解释讲是高雄机场的作业伫疫情期间大减少，为着要稳定营运，也有照顾到员工，所以无甲因减薪水，嘛无实体员工，就是爱轮流去支援桃园机场。即马高雄的作业量渐渐咧恢复，按算上北支援的代志，就到今年底为止。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代替德鲁古河事故罹难者的家属，因15去日本甲当地火车事故的受害者家属，阁有铁道公司甲专家交流。今仔早起，家属是分享因交流的成果。这个家属表示讲，未来因会来发挥监督的力量，推动代替安全改革。律师嘛建议讲，代替公司化，嘛应该爱互家属来正做董事会的成员，才真正有权力来监督。代替铁路过河事故罹难者家属，最近到日本考察福地山线事故的经验，甲当地罹难者家属进行交流。家属表示，失去亲人的悲伤是无分国籍的。今仔早起，家属开记者会，分享因出访日本的成果甲心得。这些过程中，一定要有一个所谓的体制外的专家学者，以及家属代表来做一个共同监督的这个工作，组织全体。确保安全，还有旅客安全为优先，然后建构安全设备及文化。那他们每5年就会有一次的安全教育检讨和调整。这边5天的日本参访行程，加上甲日本的专家学者，也个铁道公司进行亲密的对谈，也学到真侪日本铁道安全改革的经验。希望代替会当照日本的经验进行改革。
加上认为，虽然台铁甲日本铁道的安全改革比，还有一段正大的路爱努力，不过希望台铁伫咧迈向公司化了，会让甲历任者家属纳做董事会代表，才让国家系统化多种台铁安全升级。这个董事的成员应该要纳入家属代表。唯有让最关心就是台铁会不会变好的人参与了这个董事会未来公司化里面董事会的运作，我们才能够在第一线实质的监督。家属建议，伫咧台铁公司化了的董事会成员，最好要专家加台铁的乘客，一个台铁的铁路人员等代表，透过外部的监督机制，提升台铁安全，莫阁发生事故。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的欢迎今仔早起，审查乡议国家发展中心设置条例草案，条约立委对敢有需要设发展中心，乡议是对两种的语言，基层教育的能力敢有够，有种种的质疑哦，因为拢无共识，所以全部的条文哦，都拢先保留。2030乡议国家政策争议不断，立法院再起审查乡议国家发展中心设置条例草案。国发会主委景明宪打开始就表示讲，为着要避免造成外界误解，同意把这个乡议国家改做是乡议政策。不过条约立委伊无认同，认为讲这不是名称的问题尔。那如果我们现在要设一个双语国家发展中心，那就必须要先厘清这个发展中心里面的业务到底涵盖什么。如果只有推动英语，其实根本不用设中心。有立委认为讲，乡议草案完全是为着英语来设置，内容并无讲到伤济国家语言，而且已经有国家语言发展法，若是国家加设一个发展中心，安尼亲像是掠鸟过河灯。加上教育部伫咧今年明年嘛过来投入70亿来策动乡议政策，这款一笔挂双碗咧走，敢若会互教育现场更较如价价。例如音乐变成音乐课是用英文教，学生也听不懂。你等于是牺牲了这些专业的科目，来成就你英文教学时数上面的加强。从国中小，每一个老师他必须都要具备2种语言的能力，还是不用？我们还有其他的师资可以协助辅佐。现阶段当然师资是有所不足，所以这个法人他会将来会协助有一些师资的这个帮忙的这个培训跟培育。烦恼政策还阁无明确，有可能会来造成基层教育人员的负担。条约立委对这个草案拢还阁有真侪犹疑，所以上尾全数条文拢保留。记者综合报道。国际影音平台 Netflix 打宣布讲要投资韩国的影视产业760亿的大票哦，比咱的文化部3档的预算加起来，阁超过130亿。今仔日欢迎嘛要审查公司法的修正草案，现今的版本哦，甲政府逐工关交易限制取消。文化部长苏德强调讲，按照基本营运的规划，望讲一档的预算至少30亿起跳。因为各界哦拢有真侪无共款的意见，所以明仔载才会来进行法案的审查甲讨论。公共电视法已经13档无大修改，即马除了行政院版本，立委嘛提案总共有15案。立法院教育文化委员会原底是今仔日要来审查，不过国民党的立委抗议要将党干事选任的通过标准为3/4同意降到2/3，认为是假影要改革，事实是要互家己人规碗放弃。我们担心公共电视以后就不是公共电视了，它可能就会变成为了特定的一个政治的一个团体在发言，变成一个政府大内宣的一个工具。委员会决议今仔日拢改做顺答，明仔载才来逐条审查。条约立委关注政府逐档敢若会当关交易互公司的限制，若是提掉，未来一档是按算要编偌济预算互公司。未来你们大概会需要多少的营运的经费来足以支应这样子的一些运作。我刚刚跟委员报告说，基本上一定是以目前基本的营运规模30亿为起跳。文化部长苏德表示，未来按算一档至少要编30亿互公司，才会当稳定科技台、台机台甲台湾 Plus 的营运。若时代力量嘛和学者举行记者会，呼吁爱将国际新闻的经费直接编入去公司的预算，而且爱编复杂，也搁爱推动目前华视新闻频道的转型。华视新闻频道因为没有任何1毛钱，它必须要做所有商业电视台做的事情。
哦，那你又要求他要直播公共性质的新闻啊，真的是用缘木求鱼3个字来形容。公共集团的法师长期咧了钱，地属公司一档爱拨大约2亿去处理。苏特表示，整体编预算嘛思考到这个问题，不过短期内无法度解决，这届修法也是先解决公司本身的问题。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卫生福利部部长施水源，今仔早起伫立法院进行长照2点控的专案报告。阮那爷立委是指出讲，国宝级的艺术家朱明，亲就是因为破病上过久，所以上袂开哦。这嘛显示讲，咱台湾的长照政策应该得爱检讨。伊嘛要求卫生福利部应该重新来考虑安乐死合法的问题。另外，世界卫生大会 WHO 后个月特别召开咯。也毋过，施水源是表示讲，因目前哦，阁还未收到邀请，也毋过嘛是会去日内瓦参加会议。第76届世界卫生大会 WHO 5月1日将会伫咧瑞士日内瓦举行。虽然台湾积极向世界卫生组织秘书处争取以观察员的身份出席，不过咱国已经连续7年无收到邀请函。对此，卫生部长施水源2日拜三伫立法院表示，目前是也未收到邀请函，不过也是亲自带队去日内瓦。我们目前还没收到，好，那我正在努力当中，还是继续在努力。那我会亲自带团过去。对伫日前国宝级的艺术家朱明，敢若是因为久病厌世，伫厝内自杀。国民党立委温玉霞指出，类似案件常常发生，伫这几年有超过600件长照的悲剧，法界希望让减轻刑罚。立委也要求卫福部重新考虑和安乐死合法化的可能性。你敢有支持这个安乐死这个问题？重点就是讲，伊爱借别人的手来处理这项代志。啊，借这别人的手，真济吼，就是落在医疗人员的身上。施水源强调，甲长照相关的社会案件背后有正复杂的社会问题，每一个案件拢无同款。因若安乐死的议题到底是毋是应该和医疗人员来执行安乐死的行为？到即马社会也将歹有共识。记者综合报道。来看花莲家甲一个查某的管理员甲一个受刑人交往哦，伫过去2档外，常常帮这个受刑人载物件入去家甲。花莲地检署对这个管理员提起公诉，即马这个管理员已经离职了。花莲地方法院的法官嘛以道理罪，判伊1档6个月有期徒。花莲家甲传出，2020年9月到2021年2月之间，有一位姓陈的女性约雇管理员，伫咧介护考试时阵，有一个姓简的受刑人改定，对人斗相共载一寡物件入去家甲，两个人也伫便所内发生亲密的行为。这件事情是非常不应该的，女性的管理员不应该进到男监。那进入男监的话，应该要有人陪同进出，所以说管理上有很大的那个瑕疵。代志表述了，女管理员虽然已经离职，不过花莲地院审理了，也是依照贪污治罪条例，对非主管事务道理罪判伊1年6个月，剥夺公权2年，缓刑4年，向公库支付25万。矫正机关是一个比较特殊的机关，所以管理员跟受刑人之间不能有任何的，比如说招待啦、饮宴啦等任何情形。那这个部分的话，我们只能加强职员的管理员的法治教育。扶权团体认为，爱情本身无错，有问题是时间、地点甲身份。但是，如果迄人阵是管理员，就有可能是被利用。希望加强管理，对长期接触受刑人的管理员做相关教育。那当然，这里面还有一件事情，就是很重要，就是情感教育，就是说，到底这个女孩子能不能够分辨，就是说，这个人这么努力的追求她，她到底有没有因为她的职务而追求她？因为花莲家已经不是第一遍传出内部管理的问题。家方面表示，介护科、教化科将袂搁再编列服务员，管理员出入介护科也需要加强安检，并且强化内部的法治教育。记者综合报道。今年1月，宜兰县东山乡东山路一段甲安中路口有一学生囡仔互刷一车弄死，公路总局是承诺讲会来改善这路口哦。也毋过地方人士讲，到打这路口，佮协青红灯拢无，已经3个月了，拢无任何的进度。车尾到站加油出来也无号志，干的应甲主线省道的车来争夺。这是宜兰东山乡东山路一段甲安中路口，1月发生女学生互三条车交涉意外，定价各界。民代会勘了后，公路总局答应的改善路口号志甲交通动线，毋过地方讲，甲即马依然无完全改善。
离开加油站，嘛是同款，依照它的惯性、习惯性啦吼，伫行使这个把车塞出来的线路这个部分哈。他们这个地方号志灯还没做一个专属的一个设置，因为车辆它没有办法辨别。那如果说天色昏暗或者是照明不明的状况之下，它非常容易再一次的发生车祸。女学生互动货车肇事，是因为大货车弄红灯，地方认为因为为加油站出来了后，常常甲主线道争道的状况，才互未少车弄红灯的情形。这个问题到即马依然存在。根据警方的统计，这路口位置控制1年到即马，总共发生9件交通事故，地属人员受伤事故有4件。女学生意外了后，又搁发生一个小 A 的事故。那个加油站那个后续的一个审认的一个资料啊，提供给我们的时候，我们会来配合最后这个路侧设施的那个微调。公路总局讲，路口拆掉线退缩，路人比河道甲进行道连接改善措施已经完成。加油站专用后地，还阁确认加油站动线安怎改，因为加油站的设置属于宜兰县政府以及甲地方政府参详，但路线调整确认对完成专用后置甲路边设施的调整。记者综合报道。台东县的地力发展是真有潜力，也毋过因为大部分的地力拢是伫原住民的传统领域，需要部落的同意才会当开发。县政府最近特别组团去纽西兰来参考因开发地力甲当地原住民毛利族沟通协调的经验。台东县太麻里乡金轮村地热丰富，有不少业者拢来这里探勘地热发电。不过，这嘛是这个排湾族原住民的传统领域，开发都要经过部落来同意。即摆已经有一间业者经过4年的打拼，去年总算成功伫金轮村用地热来发电，大家会当供电予900户来用。不断的沟通，让大家了解到地热是一个可再生，然后这个可循环。对生态环境冲击都很小的一个很好的能源。台东县目前有7个地热发电的潜力点，除了绿岛，差不多拢是原住民传统的领域。县府为着要来开发地热发电，和部落来共存。25、26这2天特别组团到有毛绿洲，而且是地热发电占全国15%的纽西兰去考察，摕到纽西兰开发地热还有部落共存的经验。我们当然是要去接近他们原住民跟政府之间的一个沟通方式，或许他们是做一个很好的案例。那在政府立场，我们当然也会照顾我们部落的任何的所谓的权益的问题。县府统计，现此时已经有22间申请地热发电探勘。目前第2地热发电厂红叶国绿能温泉园区已经来探勘完成，来钻探。估计明年就会当来完工发电，未来会甲纽西兰来合作，策动台东县成做国内地热发电的重要地区。记者综合报道。咱台湾的精油产业一档大概是15亿哦，也毋过只有15%是国产的精油，其他拢是进口的，嘛无认证的机制，品质无法度控制。林务局协助台中的中兴大学，设全国头一间国产精油的检测中心哦，要来推动精油的认证。先用高温甲水分蒸发，再个降温凝结，就会产生珍贵的精油。台湾当年精油产业的产值有到15亿，但是市面上的精油常常拢无纯，也是调试无实在等等这个问题。国立中兴大学2016成立全国第1个国产精油检测中心，服务对象包括厂商、研究单位，也有一般的民众。的这个产业界、企业界，那其实我们最重要的目的是有关于山村、有关于这个林农的这样子的生产，我们是不是可以协助他们来把精油的标准化、规格化做好？林务局发现，林区管理处在测查时，拢会产生大量的臭味，加上木材制造产业的制定嘛，拢会有真侪差配甲用剩的材料，成员的成本也真悬，所以资助中兴大学1500万建立国产精油检测中心，和原本要单调的粪扫有利用的价值，嘛为农民创造新的收益。也都完成了精油成分的这个图谱的这个工作，那。我们也发现到台湾的这些本土树木的这个精油呢，确实它也有很多非常宝贵，甚至是特有的这个成分，所以非常值得来推广。台湾精油市场目前有15%是国产，85%是进口的。
但是经济部票检局所无相应的检测机构，现代精油检测中心已经初步针对免疫器高卡等等高的球种建立精油成分的图谱，较有信用的第三方检测机构。未来也会推动精油认证标准规范甲认证标准制度。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家人的中型国小哦，因学校有布袋戏的社团，真侪囡仔因为真爱布袋戏，开始学台语。前一阵哦，伊嘛代表学校去参加全国性的比赛，摕到真好的成绩。咱做伙来看卖。人翁仔讲台词拢真有班，这是家人中型国小的学生囡仔，因当咧演的是颠倒关税收腰，有这款成果，是因为经过真侪努力。不会的怎么办？阿嬷或者是老师啊，因为都比较会念台语，就跟着他们念。就是看南美词，就讲袂出来，就用注音写。困难嘛，还是愈学愈趣味安尼。愈学愈趣味。为着台顶10多分钟的戏，台下的囡仔平常时拢真拍拼背词、念词，真侪人是对袂晓讲台语斗大念，嘛因为对布袋戏有热情，所以愿意投入时间来练习。前一阵仔，老师嘛以家人参了河12桥娘做故事的基础，互因演出颠倒关税收腰的戏出，摕到全国学生创意戏剧比赛的得优奖。但是囡仔讲实在，无多讲像阮安尼。有个经验，角色讲诠释，甲拢没有很到位，但是真水。互囡仔对即个家人在地文史有搁较好的熟悉，而且伫迄个北管的演奏的部分，老师嘛加入真侪的刻白，所以互规出戏看起来、听起来，感觉真活泼。校长表示，中型国小的布袋戏社团已经成立26档歌，以传统布袋戏有做来歌场是社团的特色。即马社团是收3年至6年的囡仔，大约30个。囡仔嘛因为演布袋戏，接讲台语，甲公阿嬷愈来愈有话通讲，伫学校传承文化，伫厝内增加感情。记者电话不离开家人采访报道。春天哦，上食的有红白沙，咱来看越南。目前因伫东南部登起一座龙城国际机场，对民众来讲哦，本地是真欢喜的代志。也毋过，动工以来，附近10外公里内的民众哦，不管时，厝邻四界拢有一阵真高的红白沙，空气阁歹哦，日子是真歹过。伫越南东南部东南省这片5000公顷的土地，是总经费160亿美金的龙城国际机场所在地。这个有4条跑道完工了，一年的旅客运输量会到1亿人次，货运量到500万吨的大型机场。龙城地区的居民对机场会当带来观光客甲生意本来真期待，不过自去年开工了，就变做无奈受气。Bay mừng nó mai mốt có sân bay gần giờ thấy ngán quá. Giờ nó cày kiểu đó đổ đất mà chạy mà tới 9 giờ đêm cũng còn chạy mà kêu. 机场工地产生飞甲规天顶的红色的沙尘，就连10公里外的地区也拢受影响。大车路、店面的看板、行人道的椅仔、学校的窗仔门，拢嵌一层高高的沙，就连徛过的客厅、灶骹也拢全沙。当地政府的环保单位检测了发现，机场工地沙尘污染超过标准18倍。报告中央政府了，如果要求环境部爱对现场进行完整的评估，看是不是符合即卖的环境法规。居民甲当地政府一直反映，即卖承包商有加派卡车伫咧工地喷水，河土沙较袂四过杯，不过效果有限。Hồi trước thì chung không khí thì nó tốt, trong tại hồi chưa làm sân bay thì đó làm cho nó tốt hơn. Nhưng mà từ lúc mà làm sân bay tới giờ thì nói chung là bụi đỏ chịu không nổi, tại mỗi lần luồng gió càng lớn thì nó đưa bụi nó càng đi xa hơn. 龙城国际机场本来按算要伫咧2025年完成旅客载运量会达到2500万人次的第一期工程，不过即马将会延后到2026年，也会予规个完工的日期拖慢几落年。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辑。机器人哦，其实加改变咱的生活咯。即马阁有真侪病院嘛开始利用机器人来协助护理师的部分工课。伫美国一间中餐馆哦，就由机器人来带位送餐，员工哦会当有时间来了解餐厅的食物特色，提供人客较有路的服务。市几号岛，机器人就开始替人客带位。
美国密西根州一间中餐厅用这台机器人，甲人客带回家送餐。We should have some chance, like extra opportunities, to introduce the food to the customer to attract them to my restaurant. So robot is one of the option for sure. 头家讲，新冠疫情造成人力调配困难，也无容易找到新的员工，机器人就成做餐厅甲饭店业者的好卡手。即马有几多万台机器人伫咧全世界餐饮业者工作，学者讲，机器人可能会当吸引人客，不过重点也是伊会当提供偌济服务。机器人会走会跳，动作正溜达。这是伫丹麦举行欧洲上大型的机器人会议，有30几个国家900位科学家甲企业领袖交流家己研发的机器人。尤其伫疫情期间，人甲人之间尽量较莫接触，机器人就正做提供必要服务的上好方法。People are more open to see them around, and especially with the nursing shortage, that's hitting Europe and Western Europe mostly, I suppose, maybe. So we need more, let's say, devices, to replace the nurses who are not there, right? So people who are not there. So that's why robots are really important at hospitals, because we just don't have the people to do all the tasks that are needed to be done. 疫情封城期间，机器人担任真侪角色。这么因为劳工无够、供应链等问题，有真侪产业更加依靠自动化生产，机器人伫咧各种产业也愈来愈重要。公司新闻张伟林编译。下晡报的天气，单独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19度，上悬22度。中部地区上低22度，上悬28度。南部地区上低25度，上悬30度。东部地区上低19度，上悬26度。外岛地区上低17度，上悬25度。再来看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下晡3点，咱再会。